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哎，啊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哼，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又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！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上。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哎，我们不能坐这儿等死吧？会有援兵来此处营救，不过是援兵先到，还是刺客先到，就无从而知了。这次刺客来得蹊跷，难道富平的驻军也混入了外人？军中守卫严密，若非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是不可能抓准了时机趁虚而入的。此次遭遇埋伏，很可能是身边人所为。没想到他竟有胆量做出此事。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真是小瞧了他。是谁？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。
张鹏鹏，嗯，你过来。干嘛？你想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！齐胜啊，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，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。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！你们几个去那边！是！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？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，谁更能得上天垂怜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鹏鹏，鹏鹏！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 IQ。啊，鹏鹏，张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呢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磕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摔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。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其上，
你父皇于昨晚走了，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一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儿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儿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们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差遣。哼，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万万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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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儿啊！娘娘，娘，玉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娘娘，您在闻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没有你，我自会跟上面请求批准，然后我自己雇一辆马车。没了你，我这一路上还能清静点儿。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才带你过来的吗？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命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
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，可不是嘛！九王接旨。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，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这人是打爽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娘娘，你还有什么事计划在心上啊？齐胜没有依仗张家的一兵一卒就当上了皇帝，他现在更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我能不能封后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娘娘，您先别担心呐，皇上才刚刚登基，有很多地方还用得着咱们张家。您呢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封后便可。齐胜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确实没底。更何况我和他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照您这么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来这套？给皇上请安，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没长脑子吗？这是皇后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婢有眼无珠。没事，这不是还没举行封后大典呢吗？心意到了就好啊。哎呦，这小可怜啊，快起来啊！来，你倒懂得怜香惜玉。哥这叫有绅士风度。你该不会真的封我为后吧？不封你还能封谁？他就在里面，他吃了很多苦，是朕有赋予他。你说的他，难道是僵尸？他没死。唉，可怜的赵王啊，你是没有看到他那样子，惨呐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见过他？没有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赵王，是朕愧对于他在先。可江北一事，他也的确是过了界。这次朕没有重罚他，也是想给他留条后路。要我说啊，重不重罚不重要。现在呢，你是大仇已报，解了心头之恨就行了。正是因为赵王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再照顾应月。他要一直体弱多病，朕怕他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不被赵王逼疯，
也会心力憔悴而死，所以才会。所以你才想了个辙，把他接进了宫。你已经猜到了。你这不正在征求我意见，想要金屋藏娇吗？我理解。你想做什么呢？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我支持你。其实，我只是想让你容得下他，给他一条活路。容，绝对容得下。你小子那么快就封我为后，原来是给自己留着备胎呢！哼！哎呦，这儿蚊子还不少呢。要不咱们进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久了。我对这柔弱的声音一向没有抵抗力，这不是逼着我犯错吗？哎呦，哎，妹妹病得这么严重，就别起来了。终于可以占她的便宜了。哎呀，妹妹，瞧瞧这小脸，鹅蛋脸都瘦成锥子脸了，这身材太骨感了啊！还有这大长腿，又白又直，别说是皇上，就连我都爱不释手啊！哎呀，妹妹，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哥的心里有多疼吗？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在心疼妹妹。你还是出去等着吧。拜拜。哎呀，让你不长记性，让你不长记性。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姐姐刚才的态度真是反常，演的好一出姐妹情深啊！难道世间就不存在真正的姐妹情了吗？皇上误会了，妾身是觉得这段时间姐姐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刚才姐姐对臣妾太过热情，妾身一时之间还无法适应。她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自从陛下从江北回来，就没来看过妾身。现在妾身病了，陛下才带着姐姐前来。陛下是不是觉得姐姐比我有趣，比我新鲜？真没有那样想。新鲜不过是一时的，陛下与映月可是有一生一世之约的。什么？一生一世之约？妾身想知道，陛下把臣妾接进宫，只是为了想让妾身养病。赵王那副样子，你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恐怕只会加重你的病情。朕若不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怕你会性命难保。妾身知道，陛下是在疼妾身。朕此次来，是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跟你说了。朕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是想保住你的性命，并无他意。总之，是朕对不住你。这些日子，朕对你、对鹏鹏的感情，都在发生着变化。朕发现，你既然身体不适，那便改日再说。
麻了你马上就是要做皇后的，要随时随地端庄优雅，不要像个山野村夫一样粗鲁。你们俩在里边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躺着，我哪有地儿藏，有地儿躲？你既然累了，为何不进去？我哪敢进去啊？你们2个人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。再说了，我怕自己把持不住。回去吧。走啊！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，对，哎，麻了。我不会是在梦游吧？难道我是到了路边洗头店，到了三温暖？娘娘洗一下。娘娘，该起床啦！这封后大典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，这可不能怠慢了呀。原来是册封大典啊！娘娘，您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挑剔了？以前奴婢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您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篱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。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宝贝儿啊！你给我设计的这款发型简直是又长了一个头啊！你这是让我变异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什么是变异的节奏啊？妹妹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只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只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九王，你还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！你的那些粉丝们又被你迷倒了吧？娘娘就不要拿我取笑了。此次我来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刚才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娘娘可还满意？满意？你的眼光我最满意了。这些山寨货简直是太 low 了。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饰品哦。不过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管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？唉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掌管宫中内务，所以我才来负责封后大典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！娘娘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要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呢都要从基层做起，打好群众基础，你也一定能成大器。三哥这是要给我难堪呐！自上次江北一事之后，看似对我没有责罚，反而给我升了官职。可是这种差事，不做也罢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呀？齐胜把小迷都养到宫里来了，这不明摆着骑在我脖子上吗？我还必须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。我皇后的位置做不了多久，也会被别人换掉。九王，
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的那些粉丝们可能在外面听墙根哦。好。哎，走后门。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。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鹏鹏的意思是，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、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，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角？哎呀，这皇后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今晚你跟我就在这儿，好好的举杯邀明月。娘娘，您知道吗？今日啊，您同皇上手牵着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奉天殿，那气势真的是无人能及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啊，真切地体会到了唯我独尊、天下尽我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文武百官的高呼声中。一个男人一生所求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是啊，皇上他不仅拥有了天下，更拥有了娘娘您，而您拥有着皇上，嘿，总归呀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绿蝶，不给我泼冷水你会死啊！皇上驾到！你倒是很会享受啊！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今日你成了朕的皇后，朕高兴，便来了。他这是要泡妞的节奏，得赶快喊停啊！皇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喝了好些的酒，这一吹风头还有些疼，怕是不能服侍皇上喝酒了。绿丽，你不用乱找借口，朕在你这坐会儿便走，只想和你说说话。那说吧。朕9岁的时候，便知道以后要娶你为妻。很多人都觉得，是因我聪颖过人，乖巧懂事，成祖才授意先皇将我立为太子，好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其实他们都想错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有一次，成祖带着我和九弟去了张家，看见了5岁的你，在园子里嬉笑打闹。成祖便起了童心，笑着问我和九弟，要不要和你一起玩。哎，那江妹妹呢？那个时候她在哪？5岁的时候，江氏的父母还并未双亡，她也还未住进张府。我那时贪玩，你也十分可爱动人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十分动心，便去和你一起打雪仗。老九那时比我懂事，说要陪着皇爷爷，不肯和我们一起玩。这样看来，你小时候也是一个贪玩、喜欢泡妞的小屁孩。哼，来。
谁也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成祖便待我与其他皇孙大有不同。他说：“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，谁要娶了你，便是谁的福分。”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你不觉得你的性子像极了皇祖母吗？想必是那时我与你玩闹嬉戏，天真无邪，让成祖想起了他年少时与皇祖母相识的场景。原来如此啊！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人要学着向前看。您看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皇上还是别喝了。你这是想轰我走是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小公公，东北角幽兰殿知道了吗？啊？回大明宫。是。娘娘，据可靠消息，皇上这些日子只去过幽兰殿，但是却从未在幽兰殿过过夜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打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了？是奴婢擅自做主，替娘娘监控视听，绝不能让江氏那个小婊子抢了娘娘的风头。我升了职，你也跟着升了职啊？你这叫狐假虎威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是借着娘娘的光嘛！而且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娘娘您呐。奴婢跟娘娘可是一条心呐。不过你汇报的这些八卦消息啊，倒是有点参考价值啊。嘿，放心吧，娘娘，奴婢是不会做无用功的。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几个娘娘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说是让娘娘主持公道。退下吧。是。他们真是天天都能找事儿让我主持公道啊！真把我这当居委会了。绿蝶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今儿周末我这居委会不办公啊，妇女联合会不联合，人家工作日再来。娘娘，您才刚掌管后宫没多久，还是先做出个以德服人的样子吧。啊，是吧？说吧。又让我为你们主持什么公道啊？求娘娘为我们做主啊！一大早上的跑到我这儿来鬼哭狼嚎的，看来是有冤情啊！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娘娘。此次来不为别的，我们实在是为您打抱不平啊！为我？是啊，娘娘，平日里你待江氏不薄，可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和良缘良弟在御花园里散步，竟然听到江氏的婢女在讲你坏话哦。是吗？他讲什么啊？说您待人刻薄、虚情假意、品味低俗，还有。说你心狠手辣、心机叵测，还说你恃宠而骄。哎，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们说的呀！皇上已经把江氏接进了宫，住在了幽兰殿，成了假娘娘。皇上这几日除了在幽兰殿，可哪儿也没去。我们实在是为娘娘感到不公平啊！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一大早上说是跑来为我打抱不平啊，那是虚的。想让我为你们出头倒是真的吧？虽说皇上以前也几乎不来我这儿，可是他也不去别的地方啊。现在天天让那个假娘娘受独宠，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啊！
头不收拾说吧，让我怎么为你们出头啊？你今日要是不为我们解决此事，我们就在这里哭死算了。嗨，不是说不让我哭吗？怎么你们哭起来？哼，群后人！哎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的妆都花了啦！哪里？这里哦，这里花了，还有这边花了，看啊！该死的宫女，明明让她给我买的是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这哪里防水了？花了，这边还有这边。哎呀，你这宫女肯定是……算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花了也漂亮啊！这边啊，你刚才讲有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可当真？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款防水的眉石和胭脂呢。你在哪儿买的？可曾用过？当然用过，特别好用。就在城里有家铺子，叫做丽人坊，我专门让我的宫女出宫帮我买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跑题了啊！我早就想拥有一款防水的胭脂了，这样不管下雨下雪还是流眼泪，就不怕妆花了。对呀，不如改天到我宫里试一试。好啊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就现在吧。好，走。哎，说好的替我打抱不平呢？说好的绝不放弃呢？皇后娘娘，妹妹们有要事缠身，改日再来拜访姐姐。我们就先行告辞了，快走。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娘娘，您最爱吃的榴莲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！自从我坐上皇后这个位置，就真的成了妇联主席了，整日帮着这些女人们解决一些邻里纠纷、情感矛盾啊，还有一些姐妹反目的这些破事儿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女人们怎么就那么爱吃醋呢？就不能团结一致，相亲相爱吗？娘娘，您怎么把自己抛出在外了呀？哎呀，不过你们女人在某些时候确实挺团结友爱的。今天啊，黄良源他们几个人来找我告僵尸的状，就因为说起了什么胭脂水粉，他们几个人瞬间就把找我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，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中。娘娘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呀。绿篱觉得呀，女人最可贵、最可爱的一面就在于此呢。哼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不过啊，女人之间的友谊啊，确实只能建立在逛街、买衣服、上厕所上面。我既然想让后宫的女人们团结一致，又不能整天让她们上厕所，也许我能让她们处在一个买的状态下。乐视，对，就是乐视商城，这是我给自己的电商起的名字。哎，那个起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阿里鹏鹏。不需要，我们圣都城内有东南西北4大集市，每天全国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运进城内，不需要你说的那个乐视，还有阿里鹏鹏。皇上，我实在是因为这些日子后宫里的娘娘们总来找我闹事儿，没有办法才想出这个万全之策呀。这和你说的乐视又有何关系？皇上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啊。为了朕？您总去幽兰殿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反应非常激烈，只是没有人敢在您面前说罢了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所以我才想到这个办法，让那些后宫的娘娘们有一个精神寄托。朕要是不答应你，倒是自找麻烦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这是在为您排忧解难，才不是为了一己私欲。有一句亘古不变的古话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能够忘记儿女情长。You need to cry, dear。直译过来就是哭吧，宝贝儿。但是今天呢是音译，就是有你的快递。不管你是生病、失恋、挂科，还是3天没洗头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瞬间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，整个世界充满爱。你所说的这个乐视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
那当然了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，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。我们这个乐视商城将建立一个开放闭环式的生态系统。哎，生态你懂吗？啊？果真如你所说，有了这乐视商城，是否就能让我们3天内吃上西域的水果，10天之内收到南方各省的奏章，1天之内喝上北郊的羊奶了？那算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乐视商城背后再建立一个快递部门，一切就都完美了。哎，快递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飞毛腿快递。好痛啊！受不了了！别出声，受不了了！忍着。疼死我了，九哥！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。何止是你的手啊，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了。你说皇后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样写下去会把咱们给累死啊！这件事如果办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鹏鹏果然是个有雄才伟略的女子。唉，罢了罢了，每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我这种苦哈哈的男人。快写吧，不然到明天都写不完这些快递单。哎，这飞毛腿我倒听说过，可这乐视商城是什么呀？准是皇后娘娘为了讨好皇上，使出了什么新招啊！哎呀，管它是什么啦！听说卖的东西又便宜又好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就是嘞，凭着俺们和皇后娘娘的关系，她肯定会给我们贵宾待遇啊！你很烦呢，干嘛要随人家讲话了啦？真是的！听人说，只有成为这唯爱癖，才会享受这样的待遇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要成为第一个唯爱癖，你们谁都不可以跟我抢哦！没有人跟你抢，你本来就是个屁！我才不是，你就是个屁！今晚务必要把这些货给分发完毕。赵王放心，今晚您就歇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兄弟们一定帮您完成任务。孺子可教，干活吧。我先眯会儿。干嘛呢？这么快就干完了？赵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兄弟们都是粗人，都不识字。哼，没文化呀，没文化呀，真可怕！还得本王亲自来动手。放下吧。皇祖母，起来吧。今天呐，我把大家叫来，是要让大家和哀家一起欣赏一件张三千大师的遗作《盛夏风光瓷瓶》。张三千，哎，那瓷瓶不是已经失传很久了吗？哀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，偶然间得到了张大师的这件作品。想必是瓷瓶本身也愿意让懂得的人拥有和欣赏它吧。啊，皇祖母，既然这个瓷瓶这么珍贵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万一不小心谁碰碎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哦，再好的作品，也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拿上来吧。这可是哀家刚从快递那儿签收的，新鲜出炉，还热乎着呢。哀家还没来得及看，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
和大家一起欣赏。准备好了吗？哀家告诉你们，这位张三千大师最擅长描写四季，而这个盛夏风光瓷瓶又堪比春光无限。怎么样？哀家的瓷瓶把各位都惊艳到了如此的地步，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它。真是春光无限呐！这下出事儿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大胆！这不是哀家要的瓷瓶。来人呐，去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是太皇太后，还不赶快把它拿走！是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，对不住了，齐少。皇祖母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单独的。鹏鹏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你可以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祖母，请恕罪，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，确实是鹏鹏寄出来的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鹏鹏，哀家知道你善良，可也不能为了别人揽下如此的重罪呀。皇祖母，这个罪责必须由鹏鹏一个人来承担，因为鹏鹏万万不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他？你告诉哀家是谁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快说！此人正是您的乖孙儿，我的夫君，当今的圣上齐胜。胜儿，他怎么会私藏如此有伤风化的东西？这件东西出自西洋名家的大手笔，皇上托我从黑市把它买过来，没想到在寄出的时候，居然出了差错。哎呀，鹏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。这东西，他说放在屋子里能调节一下情趣，而且还说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。皇祖母，他不但用了这个招数，他还想用金戈来俘获我的心。金戈，这就是传说中对男人安全无副作用的金戈。皇上就是用那个秘密武器来和我那个啊，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皇家延绵子嗣啊。是啊，为了生孩子，我们也是蛮拼的。好了，关于瓷瓶的事情，哀家会吩咐下去，就不让他们再查了。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你们开花结果呀！谢谢皇祖母。皇祖母知道了，谢谢皇祖母。宝贝儿，快给我揉揉头，好好放松放松。我这一天啊，太烧脑了。今天啊，还好是我急中生智，哎呀，才躲过这劫。你说这皇上有时候也挺顶用的哈。哼。把东西放下，先退下吧。是。你也先下去，朕有话要和皇后单独说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皇祖母说要物归原主，还说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？这东西你还没看？哦，野史。
定是你最近太疲劳了，才会起这个东西。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皇太后送我的送子观音啊！圣母玛利亚大慈大悲，圣母玛利亚饶命啊！罢了罢了。欧巴，我都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，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？再给你唱首歌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挤我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小苹果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梨。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，我是说湿里的小苹果。管它湿的干的，是苹果我就不喜欢。嘿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，嘿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。我也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，我都吃吐了。皇上吉祥。回宫。怎么还不走？皇上，3米呢？现在不用了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回去我偷皇上的榴莲给你吃啊。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2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
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收拾的怎么样了？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你们两个是他们最信任的人，而哀家又是他们的长辈，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，咱们可得帮他们一把。嘿，太皇太后，您对我们家皇后娘娘可真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温馨、浪漫、甜蜜。把蜡烛都点上，把花也都插起来吧。我来。太皇太后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皇后娘娘会喜欢这些啊？哀家可不知道，不过哀家知道成祖当年对哀家用了这招，哀家很是受用。那希望我们家皇后娘娘也能喜欢。你们快把这儿收拾好。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太皇太后又使什么幺蛾子？我脱了啊！哎，不说话我可脱了啊！哎，你们啊，皇祖母，鹏鹏，他们都伺候你把衣服换好了吗？那你裹着个破袍子干嘛呢？快脱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嗯。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哎，皇祖母，您确定这衣服是您亲手设计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皇祖母怎么会让你来当模特呢？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。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，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。鹏鹏，鹏鹏，哎。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啊，皇祖母，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 ？Victoria。魏托伊呀，对。鹏鹏，这男人呐都是犟驴子，一定要顺着毛捋，跟男人较劲儿，最后吃亏的可是我们女人。哎，皇祖母，咱刚刚聊那个 Victoria 聊得正高兴呢。怎么又说起这个话题了？那是因为呀，皇祖母有样东西要给你。啊，跟我来。鹏鹏，自从你跟哀家说皇帝在服用此药，哀家就让人大量的这个碎碎念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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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帝虽然年轻，可是政务繁身，压力也是极大的，难免呀。总之，你跟他说呀，要多少皇祖母这儿有多少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人呢？禀报太皇太后，我看见皇后娘娘捂着肚子跑出去了，好像身体不适。算了，把这个给她送到宫里去吧。是，太皇太后。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嘱咐皇后娘娘，让她告诉皇上，要提前半个时辰服用。明白了，太皇太后。
今晚的星星可真多啊！是啊，只盼着这天上的星星能保佑皇上和皇后娘娘圆圆满满。你说这天上的星星，哪个是你，哪个是我呀？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皇后娘娘和皇上就是天上的织女和牛郎，而姜氏就是万恶的银河。人家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嘛？说什么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对我起什么歪心眼儿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可是总管级的太监。什么级都白搭，再是总管你也是个…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凭什么歧视我？皇上都已经昭告天下了，歧视残疾人那是触犯律例的。我虽是太监，也是有尊严的，也是有我自己的感情的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只是瞧不上你。皇上吉祥！是谁瞧不上咱们家强公公啊？皇后有何要紧事？要把朕这么着急叫来？皇上，您去了便知。